有各样不同的分组，所以如果你们家里，然后或者是楼上楼下隔壁邻居，你只要知道他是国中、高中、大学生，都欢迎邀请他们来到我们青少年牧区。接下来是由我们立安老师为青少年牧区编导的一出戏剧，然后由青少年牧区跟立安老师还有秀莲区长跟我们一起演出的新浪子回头，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恰恰，我是秀莲小可爱，每天精神都很嗨，唱歌跳舞样样来，永光教会我最爱。恰，咦，怎么会有哭声啊？在哪里？哦，在这里。小兄弟，难道是我跳的不好吗？不是啦，阿姨。嘿，不是啦，姐姐。我看到你在跳恰恰，我就想起了我阿爸。我阿爸他也很喜欢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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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念阿爸，就回去找阿爸呀。我不敢回去。怎么了？我告诉你啊，别怕，我是永光教会秀莲牧区的区长。区长？是，也是永光教会选出来的执事。执事？是，我有来自上帝赐给我的权柄。不要怕，说吧。你是永光教会的？是。来跟我说。好吧，我跟我阿爸还有我弟弟，我们家是种田的，我们住在快乐村。有一天，我阿爸跟我说，他叫我去种田。阿用啊，爸爸。哥哥呢？不知道哎，今天都没有看到他。哦，安尼啊，来，来食一个番薯啦，这是咱台南18号的番薯哦。哇，爸爸，你烤的番薯好香哦。是啊，食来食去，还是咱家己种的番薯上好食。他后早就出门，紧去买汉堡。阿强，你去买麦当劳哦？阮厝内底就有番薯啊。来，这有一个小的啊，食一个看卖啦。番薯，一天到晚叫我吃番薯。你喜欢吃番薯，你自己去吃啊！我偏偏就是要吃汉堡。你 Fine， 爸爸 ，Don't worry，be happy。哥哥想吃汉堡，就让他吃啊！我们来吃好吃的番薯。哦，好啦。你去买麦当劳有出早去教会无？就伫对面尔呢。教会，是安怎我去买麦当劳，都一定要去教会嘞？那是你阿公的教会，还有你自己的教会。你跟阿公都喜欢去教会，
为什么我就也一定要去教会啊？喜欢去教会，你自己去好了啦。你 Fine， 爸爸，Don't worry，be happy。哥哥不想去教会，我想去啊！我最喜欢去星期六晚上的青少年聚会了。你看看你弟弟多乖啊！你如果啊什么都不想做，那赶快去进产啦！你嘛18岁啊，该长大了啦。进产，你看你两个呀，跑个看你哦，难看死了！我才不要种田呢，我可不想要皮肤晒黑哎。吃地瓜，去教会，去种田，那都是你的想法，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觉得吃地瓜、去种田、去教会都很棒啊，都很棒。阿爸，你跟阿公从以前就待在这个地方，现在又要我跟弟弟也待在这个地方，这里那么破，那么烂，就只可以种田，你们还自己以为自己很幸福啊？你根本就没有去台北看过。我听说台北那里什么都很好，他们那里的人也很厉害，井底之蛙。你就这样，阿强说了重重的话，狠狠地伤了爸爸的心。他也离开了自己的家，开始要当自己的主人，开始了他新的人生。阿强拿着爸爸给他的零用钱，决定出发去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哇，果然台北就是不一样，这就是传说中的女子天团。阿强，你，我，你，我，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啦。你，阿强买了许多礼物送给了女子天团。爸爸来找阿强回家，但是他却狠心的不认家人。就是台北说的一夜致富吗？如果我成功回去了，我要让我阿爸跟我弟看看。
小，在我们那里都是比大哎。这一次我一定要小。耶！第2轮是比大。比大。哥，你是像啊？我不认识你啦。阿公迷上了赌博，他输了许多的钱。弟弟来找他回家，他却又再一次狠心的不认家人。哦，这就是夜店文化吗？我也想要来夜店。我不会喝酒哎。阿哥，你，哇，哇，你是像啊？我不认识你们啦。你，阿公和一群新朋友饮酒作乐，爸爸和弟弟再次来找他，但是他却又第3次的不认他们。我的朋友呢？我的钱也没了。阿爸，一段时间之后，阿公发现自己的钱也没了，他所认识的新朋友也因为他没有钱而离开了他。他孤单地流落街头，又累又饿。阿爸，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海子哦，海子哦，台南18岁的海子哦，要买海子无？一粒20块，一粒20块，小车较买就好。哦，海子哦，要买海子无？哦，缘投的要买海子无？甲我捧场一个啦，甲我捧场一个啦，20块就好，20块就好。海子哦，有人要买海子无？海子哦，要买海子无？啊，要买海子无？没汉子哎！嘿，哇，生意过来啊！少年嘞，我甲你讲，这台南18号2.0版的韩式，这台北敢有哦？有香无？有香无？有想要食无？有无18号的汉子？2.0版哦，是为对台南来的吗？台南改良的2.0版的18号韩式，搁片看卖。你还未落时？等下，嘿，要买无？少年，我甲你讲吼，你甲我同款烟头吼，我卖你15块就拄则拢卖20。稍等者。嘿。无，后抓才买啦。哎，无彩，2.0版的韩式，
应该食袂着啊。在家里有吃不完的韩吉，我都不吃，到现在想吃也没得吃了。我嘛袂使安尼就转去啊，实在是伤见笑啊。可是我只有18岁，没有人要用我，我去找了工作也找不到。人家说我什么都不会做，连大学都没读。我到哪一天才可以回家？难道我就要饿死在街头了吗？下午散步，来去散步步。宝贝们，我们等一下散完步步之后就可以吃饭了。大家好，我是王美美。这2只是我的小宝贝，小蓝跟小粉，我们看起来是不是很像啊？妈咪最爱你们了。现在几点了？已经下午2点了。等一下还要去弄头发，还要喝下午茶。怎么办？来不及带你们散步步了。要是有人可以帮我就好了。我可以。弟弟，你可以哦。你好，我叫做阿强，我今年18岁。我家有养2只土狗，都是我负责遛的哦。遛狗没问题，喂狗我也可以。真的啊？对啊。哇，那就太好了，那我就把2只宝贝就交给你喽。没问题，交给我。这是他们的晚餐，你要记得喂他们吃东西。没问题，没问题。那我就先走啦。好，宝贝，拜拜。总算找到工作了。小兄弟，这个给你。这是什么？永和豆浆的烧饼油条啊！谢谢。阿强，其实我跟你讲哈，匪类也可以变人类，浪子也可以回头。我真的可以回头吗？我阿爸还会要我这个不孝子吗？会，只要你有勇气认错。勇气是，请看勇气的故事。好吃吧？我曾经犯错，我鄙视爸爸、弟弟，我甚至鄙视上帝。我曾经软弱，我不认爸爸和弟弟，我想要一个人往前走，才发现我很无助。
我决定来到耶稣面前，跪下祷告。没想到，耶稣却温柔地安慰我。我是这样的不配得，我决定要回家去认错。阿爸，爸爸无条件的接纳了我。因着耶稣的爱，我们能够重新在爱里和好。只要有勇气，有上帝，耶稣永远就在我的心底。这就是勇气的故事。我真的可以回去吗？当然可以。你看这个永和豆浆不比爸爸的地瓜好吃吧？我们回家吧。回家。回家。唔知阿强伫嘛伫外口，过得有较好吧？阿爸，阿强，阿爸，阿强，阿爸，阿强，是的，我错了。转来就好，转来就好。哥哥，弟弟，对不起，过去的我太骄傲了，我都看不起你们。等我出去了，我才发现，还是家里最温暖。阿强啊，其实啊，阿爸也要跟你说声对不起。我以前太常要求你要照我的话去做，而去忽略你自己的感受。阿爸跟你说声对不起。阿爸，你妈来讲，我也太任性了。我以后要重新做人。走出去了一圈，我才发现，原来在我困苦的时候，居然是一个教会的姐姐给我安慰，还给我吃东西。我怕回来被你们笑，被爸爸骂。结果当我有勇气认错，你们根本就已经饶恕我了。有家人的地方才是最幸福的，有天父的家才是真正的家。幸福，幸福，有够幸福！你们看这一幕，阿强、秀莲姐，好，加油哥！哎，秀莲姐，秀莲姐，我们都是永光一家人。阿强、秀莲姐姐要让你更幸福，更幸福。是青少年牧区的朋友，开嘛！哇！让我们掌声鼓励他们。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好像幸福的天地正在我心里。它并不需要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地活在主爱里。一起来，幸福是相信现在拥有的，改
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耶！每个星期六的晚上7点钟，青少年牧区等你哦。好，今天鼓励我们的新浪子回头演完了，谢谢大家。哇，想不想来参加我们的青少年牧区啊？哇，欢迎你介绍你的邻居、好朋友，所有的人一起来参加我们的。